迎光臨，有咩我幫到你㗎？我想揾啲營養奶粉俾屋企老人家食啊，但係唔知點揀好。明白，不如你講多啲老人家具體嘅需要，我再介紹一啲適合嘅營養奶粉俾佢。好啊，我媽媽關節唔係咁好啊，我想買啲營養奶粉俾佢補充下，但係唔知揀啲咩好。我哋明白作為照顧者嘅辛勞，對長者產品未必好認識。作為專業零售，我哋會了解客人嘅需要，再用專業意見幫佢哋選擇適合自己及家人嘅產品。呢款奶粉就好適合㗎啦，因為佢係高鈣成分，所以好適合你屋企嘅長輩。如果你買好多罐嘅話，不如幫你安排訂購啊，仲有優惠，咁你就唔使拎得咁早返屋企啦。好啊，多謝你啊！我第一次遇到好似你咁有內心嘅店員。嗰次之後，呢位顧客因為鍾意面對面傾偈，加上我一直都提供無微不至嘅服務，所以佢依然會專程嚟金鐘揾我訂購營養奶粉。喺呢段時間，我哋不知不覺建立咗一份長久而互信嘅關係。我仲不時同佢介紹店鋪內一啲新產品同服務添。太太，你作為屋企嘅照顧者，你都要睇住自己健康㗎。我哋鋪頭有提供健康評估服務，我會幫到你更加了解自己嘅健康資訊。呢啲服務真係好好喎，我會考慮嘅。零售唔單止係交易，而係心靈之間嘅交流。我哋希望每位顧客都能夠感受到呢一份真誠同專業。Look good, do good, feel great。呢個亦都係我哋屈臣氏經常強調對每一位顧客嘅使命，亦係當初 Hugo 選擇呢份工作嘅初心。